聖靈降臨期第9主日早禱崇拜現在開始。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同唱進堂詩普天頌讚第27首《主愛輝煌歌》。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高興當請揭轉公禱書第4頁。列位親愛嘅弟兄姊妹，聖經教訓我哋承認自己嘅罪惡，不應在全能嘅主天父面前隱藏，要存痛悔、謙虛及順從嘅心承認。如此，主必用無窮嘅恩惠慈悲赦免我哋。所以，我哋當常在主前虛心認罪。現今我哋齊集在主前，
感謝主嘅恩典，稱頌主嘅榮耀，聽講主嘅聖經，又求主以身體靈魂之需用賜予我哋。所以我勸你哋當存潔淨嘅心，以低微嘅聲到施恩嘅寶座前謙卑認罪。我哋同讀認罪文。全能至慈悲嘅天父，我哋離開聖道，錯行如失群之羊。我哋常任己意，常縱己欲，違背天父嘅聖法，當為者不為，不當為者反為。我哋實是軟弱，無力行事。求上帝按照我主耶穌基督應許世人之恩，憐憫我哋犯重罪嘅人，認罪者求主憐憫，悔改者求主赦免，又求至慈悲嘅父，使我哋以後遵奉天父，公義待人，安分守己，榮耀天父嘅聖名。阿門。全能嘅上帝，我主耶穌基督嘅父，不願罪人陷於淪亡，但願罪人悔改從善，得享永生。上帝曾以權柄賜予牧師，命牧師向悔罪嘅子民宣諭，赦免佢哋嘅罪。上帝必赦免所有誠心悔改、信奉福音嘅人。所以我哋應當懇求上帝賜我哋有真誠嘅悔改，並賜聖靈，使我哋現今所行嘅事蒙主喜悅，以後為人純全聖潔，至終可得永遠嘅喜樂。直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門。我哋同讀主禱。我我哋在天上嘅父，願人皆尊父名為聖，願父國降臨，願父旨意成就在地，如同成就在天。我哋日用嘅飲食，求父今日賜予我哋，又求饒恕我哋嘅罪，如同我哋饒恕得罪我哋嘅人。保佑我哋不入誘惑，拯救我哋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皆屬於父，永無窮盡。阿門。求主助我等啟口，使我能用口讚美主。請起立。但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起初如此，亦當如此，後來亦如此，永無窮盡。阿門。爾等應當讚美主。願主之名得讚美。我哋同讀皆來頌。街來，街來，我哋要向主歌唱，向拯救我哋嘅磐石歡呼。我哋要來感謝主，用詩歌向主歡呼。因主為大神，為大王，超乎萬神之上。地之深處在主手中，山之高峰亦屬主。海洋屬主，是主創造，旱地亦主手造成。街來，我哋要屈膝跪拜，在造我哋之主面前跪下，因為主乃我哋之神，我哋是主牧場之羊，是主手下之民。當以聖潔之裝飾敬拜主，好天下之人都應當敬畏主，因為主已來，主來要審判全地，主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信實審判萬民。但願榮耀歸聖父、聖子、聖靈，始初如此，現今如此，後來亦如此，永無窮盡。阿門。現在第一次經課。我哋同讀詩篇第77篇，舊約聖經837頁。舊約聖經837頁。詩篇第77篇，我哋一齊誦讀。我要向上帝發聲呼求，
我向上帝發聲，他必側耳聽我。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在夜間不住地舉手禱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上帝就煩躁不安。我沉思默想，心靈發昏。你使我不能閉眼，我心煩亂，甚至不能說話。我追想古時之日，上古之年，夜間我想起我的歌。我的心默想，我的靈仔細省察。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不再施恩嗎？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他的應許世世廢棄嗎？難道上帝忘記施恩，因發愁就止住他的憐憫嗎？我說，至高者有手的能力已改變，這是我的悲哀。我要紀念耶和華所做的，要紀念你古時的奇事。我要思想你所做的，默念你的作為。上帝啊，你的道是神聖的，有何神靈大如上帝呢？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曾在萬民中彰顯能力，你曾用膀臂贖了你的子民，就是雅各和約瑟的子孫。上帝啊，眾水見你，眾水一見你就覺驚惶，深淵也都顫抖，密雲倒出水來，天空發出聲音。你的箭也飛行四方，你的雷聲在旋風之中，閃電照亮世界，大地顫抖震動。你的道在水中，你的路在大水之中。你的腳蹤無人知道，你曾藉摩西和亞倫的手引導你的百姓，你像領羊群一般。但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起初如此，現今如此，後來亦如此，永無窮盡。阿門。請聽第一次經課。第一次經課記載喺雅各書2章，新約364頁。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戴着金戒指，穿着華麗的衣服，進入你們的會堂，又有一個窮人穿着骯髒的衣服也進去，而你們只看中那穿華麗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裡。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旁。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評斷人嗎？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上帝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使他們在信心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嗎？你們卻羞辱貧窮的人，欺壓你們，拉你們到公堂去的，不就是這些富有的人嗎？毀謗為你們求告時所奉的尊名的，不就是他們嗎？經上記着，要愛鄰如己。你們若切實守這至尊的律法，你們就做得很好。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是被律法定為犯法的。因為凡遵守全部律法的，只違背了一條，就是違反了所有的律法。原來那說不可姦淫的，也說不可殺人。你就是不姦淫，卻殺人，也是成為違反律法的。既然你們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要照這律法說話行事。因為對那不憐憫人的，
他們要受沒有憐憫的審判，憐憫勝過審判。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若是弟兄或是姊妹沒有衣服穿，又缺少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地去吧，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要的，這有什麼益處呢？信心也是這樣，若沒有行為，是死的。但是有人會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把你沒有行為的信心給我看，我就藉着我的行為把我的信心給你看。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很好，連鬼魔也信，且怕得發抖。你這虛浮的人啊，你願意知道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沒有用的嗎？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豈不是因為行為得稱義嗎？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相輔並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為才得以成全的。這正應驗了經上所說：亞伯拉罕信了上帝，這就算他為義。他又得稱為上帝的朋友。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着行為，不是單因着信。同樣，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們從另一條路出去，不也是因行為稱義嗎？所以就如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這是上主的道。感感謝謝上上主主。請聽第二次經課。今日第二次經課係喺彼得前書第4章7至14節，新約嘅373頁。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要警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作上帝各種恩賜的好管家。若有人講道，他要按着上帝的聖言講；若有人服侍，他要按着上帝所賜的力量服侍，好讓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願榮耀和權能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門。親愛的，有火一般的考驗臨到你們，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是有福的，因為榮耀的靈就是上帝的靈，在你們身上。這是上主的道。感謝上主。請起立同唱讚美頌。
等讚主為上帝，認為萬物之主，普天下皆敬拜主，無始無終之父。天與天使並天上一切掌權者，皆高聲讚美主。基路兵與西拉兵時常大聲稱頌主，若聖哉聖哉聖哉，天地萬軍之主，主之榮耀威嚴充滿天地。有榮耀之眾使徒，皆讚美主；有名望之眾先知，皆讚美主；為道捨命穿白衣之軍隊，皆讚美主；普世聖教會，皆承認主；威嚴無極之聖父，至尊至真之獨一聖子，安慰人之聖靈。基督是有榮耀之王，是聖父無始無終之聖子。主要成為人，拯救世人，甘心為童貞女所生。主既聖死之苦，即為眾信者大開天國之門。主坐於上帝之右邊，與聖父同榮。我等信主必在降臨，施行審判。所以求主拯救主之僕人，即主曾用寶血所救贖之人，使我等得列於聖徒中，同享無窮之榮耀。求主拯救主之百姓，賜福與主之選民。求主治理我等，輔助我等，以致永遠。我等日日頌主為大，我等尊奉主之聖名，永世無盡。求主保佑我等，今日不犯罪。求主憐憫我等，憐憫我等。求主施憐恤眷我等，因為我等依賴主，我為依賴主。求主使我永不羞愧。請揭轉第18頁。我哋一齊同申述我哋嘅信仰，同讀使徒信經。我信上帝，即全能嘅聖父，創造天地之主。我信其獨生之聖子，我主耶穌基督。我信耶穌為受聖靈感動之童貞女瑪利亞所生。我信耶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被釘十字架，死而埋葬，降至陰間，第三日從死復活，升天，坐於全能上帝聖父之右，後必自彼處降臨，審判生人死人。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赦罪之恩，我信生死後必復活，我信永生。阿門。願主與等同在，與主之生命同在。我等要祈禱，請跪下。求主憐憫我等，求主施恩救我等，求主保佑一切執政者，求慈悲之主允准我等之祈禱。求主使主所立之聖品人常有善意，求主使主之子民常有喜樂，求主拯救主之子民，救我等脫離失喪之危險。求主使現今之世界變為太平，唯有主能使太平。求主潔淨我等之心，求主之聖靈常在我等之中。本主日嘅祝文。上帝啊，凡倚靠你的人，你必保護；凡離開你的人，
就沒有力量，也不能聖潔。求你多施憐憫，治理引導我哋，使我哋能度過短暫嘅今世，至終不失來世之福。直賴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而求，聖子和聖父、聖靈唯一上帝，一同永生，一同掌權，永世無盡。阿門。求平安祈禱，主賜人平安，喜悅人和睦，認識主乃得永生，侍奉主方可自由。求主引導我哋一生依賴主嘅能力，戰勝世上一切嘅艱難危險。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門。求恩典祈禱，全能無始無終嘅天父上帝已經使我哋平安到今朝。求主仍施大能，保佑我哋終日不陷於罪，常行主所歡喜之事。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門。我哋為聖品人及會眾祈禱。全能無始無終嘅上帝啊，唯有主常顯異能。現今求主將主恩之豐盛能力賜予會眾，賜予會督、各聖品人及彼等所牧養之信眾。伏求主以無窮之福澤配降彼等，使彼等真正可得主之喜悅。求主因我等之中保與代求者耶穌基督之名，應允我哋嘅祈禱。阿門。公道書第25頁，我哋一齊用感謝文向天父獻上我哋嘅感謝。我哋一齊開聲禱告話：全能之主、萬恩之父，將恩惠慈愛賜予我哋以及萬民。我哋無用之讀，特此恭敬虔誠向主感謝。我哋稱謝主創造我哋、保存我哋、撫養我哋，又特別稱謝主，因為主施無窮嘅仁愛，託我主耶穌基督救贖世人，賜我哋以受恩嘅聖法，使我哋可以展望將來嘅榮耀。服賴我主耶穌基督，祈求主賜我哋以感恩嘅心，可以真誠感謝主，不但口中讚美，亦在行事顯明，將自己獻於主，在主面前作工，一生聖潔公義。但願尊貴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永無窮盡。阿門。全能嘅上帝已經施恩，使我哋同心一致祈禱。主曾應許，若有兩三人奉主嘅名聚集祈禱，主必應允。現今我哋心所願、口所求，若對我哋有益，則求主成全。願主使我哋今世通顯真道，來世得享永生。阿門。我哋一齊祈禱，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在我哋眾人之中。阿門。請祈禱。願我口中嘅言語，眾位弟兄姊妹嘅心懷意念，在上主面前皆得蒙悅納。阿門。我哋繼續祈禱，天父喺今天早上，我哋都係特別係為着喺風雨之中有危難嘅市民，我哋無論係認識與唔認識嘅，我哋都願意主你都係讓到人能夠喺你嘅大愛底下，你嘅憐憫之中，能夠平安度過呢一個嘅風暴。似乎我哋都係，亦都係同時都係感恩主你，都係俾我哋能夠喺現在都係能夠有一個平安嘅居所，讓到我哋能夠係避過危難。似乎我哋都願意主你都係繼續將呢份嘅感恩嘅心，呢份嘅恩典都係灌注喺我哋嘅心裏面。阿門。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喺剛才兩段好長嘅經課當中，我哋睇得見咧，裏邊講嘅係一個其中一個信息嚇，就係講到咧喺教會裏面咧，原來都有一個嘅現象，就係重富輕貧。呢個係乜嘢嘅現象，或者係乜嘢嘅意思呢？裏面咧都講到，我哋可以思想一下嚇。當我哋新認識一個人嘅時候，你會先留意啲乜嘢呢？有啲人話咧，可能當然睇下佢男定女啦，佢係邊一個介紹噶啦，然之後跟住就會睇下，好自然地，佢個頭係咪梳得整齊？佢件衫乾唔乾淨，諸如此類嚇。喺呢段嘅特別呢個零月當中咧，其實我都出席咗好多唔同嘅典禮嚇。咁而喺最近一個嘅典禮咧，當我去完呢個典禮之後咧，咁喺大家即係閒談之間咧，就提到咧喺當日嚇其中一個要上台嘅人啦嚇，唔講係啲乜嘢嘢啦嚇。咁咧就上台嘅人咧就去講佢嘅背景。咁然之後咧就有即係喺傾談裏面咧，就其中有一個人就話啦：係啊，佢咧應該都唔簡單㗎。咁跟住大家都喺度即係，咦，眼睛睛諗點樣唔簡單法咧嚇？咁啊跟住咧就話啦，佢啊着住件乜嘢牌子嘅衫，乜嘢牌子嘅鞋。跟住我話吓，你咁都留意到？咁跟住咧大家都話：哎呀係啊，即係佢梗係好熟啦。咁所以咧就即係留意到呢一樣嘢。咁從而咧就帶出呢個人嘅背景。嗱，當然啦，喺嗰個傾談裏面咧，就唔係話啊，因為佢咁樣樣咧就令到大家要尊敬佢多啲，或者要輕視佢，唔係咁樣樣。但係咧的而且確咧，當我哋喺人與人之間嘅交往咧，特別係我哋未係能夠好認識嘅時候咧，我哋都難免咧會用咗呢一啲嘅東西咧，我哋去評價啦，或者係喺心裏邊咧會有一啲嘅打分嘅一啲嘅情況喺裏面。但係喺今日雅各書裏面咧一段成章嚇，我哋讀晒啦，成個雅各書嘅2章，好清楚講嘅就係當如果喺教會裏面，特別喺教會群體，我哋見到有一個人，如果經文咁講啊，特別喺2至4節嚇，若有一個人佢話戴着金戒指，穿着華麗嘅衣服進入你們的會堂，跟住啦，又有一個窮人穿着骯髒的衣服也進去。佢話：而你們只看重那穿華麗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裏。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裏，或坐在我的腳凳旁，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評斷人嗎？嗱，呢度好清楚咧，雅各書裏面嘅作者其實係鬧啦嚇，亦都係對我哋今日教會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提醒。的而且確咧，喺教會裏面好多唔同嘅需要，有啲時候咧，或者亦都會因着呢啲教會唔同嘅需要咧，我哋似乎可能或者有機會地會睇下，咦，呢個人可能係一個有潛質嘅嚇，對教會有幫助嘅人。咁我哋就要對佢好啲啦咁。但係原來好清楚嘅聖經裏面呢度今日佢係鬧呢樣嘢，佢唔俾我哋咁樣做。佢話你哋如果咁嘅時候，呢個唔係我要你哋做。所以去到第8節裏面啊，第8節第9節裏面講，佢話經常記着要愛鄰如己。你們若切實守這至尊的律法，你們做得很好。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是被律法定為犯法的。嗱，呢度好清晰嘅，好清晰嘅嚇，話俾我哋知到底我哋應該要點樣對人。簡單講，一視同仁，你唔好理佢着得好，着得唔好，着得乾淨，着得污糟，有冇帶金器，有冇帶飾物，佢銀包有幾多錢，唔關你事。你只要一視同仁，好好去對待每一個弟兄，呢個就係我哋應該要做。而喺今日加埋彼得前書咧，你可以話我哋都睇到有兩項共通嘅地方。咁第一個就係頭先我所講嘅，我哋唔好重富輕貧啦，我哋要一視同仁啦嚇。因為喺彼得前書裏面咧，你都講到其實當時嘅教會咧係受緊苦，但係咧經文亦都好清楚講嘅就係
佢話：你哋最緊要嘅係要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嗱，呢度係彼得前書裏面所講。所以咧，你可以話第一樣嚇，呢兩段經文我哋即係俾今日我哋一個反思或者提醒嘅第一樣，你唔好理佢係點樣，一視同仁，彼此切實相愛。而第二樣共通嘅地方就係我哋要按我哋嘅恩賜，好好嘅去彼此服侍。其實都係同頭先第一樣嘅事情係第一個嘅提醒都係有關。當我哋一視同仁，唔會按住財富去分嘅時候，即是話無論你帶住幾多身家，你都有各種唔同嘅恩賜。而呢一啲唔同嘅恩賜，亦都係要讓到我哋好好點啊？彼此服侍，切實相愛。我哋唔會用咗財富去作為呢一個嘅標準。我哋唔會話啊，因為你着住件Chanel 嘅衫嚇。我着住件可能喺街市買嘅，咁所以咧我就唔理你啦。或者咧喺教會裏面，我哋只係咧可能追捧某一啲嘅嘢。所以呢度去到第二樣嘅就係，當我哋能夠做到咁嘅時候，能夠以我哋嘅恩賜去彼此服侍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係代表住我哋對上主嗰份嘅信心，亦都係等同於用我哋嘅行為咧，我哋去表達出嚟。而裏面咧亦都係我哋睇到咧喺雅各書當中咧，佢亦都係用咗有兩個喺舊約嘅人物嘅事件咧，係作為一個嘅例子。到底嗰個信心係點咧？當既然我哋唔好去計算住係咪因為咧呢一個係有一個潛質可以幫到教會嘅人，所以我哋對佢好啲，咁係點咧？嗰個信心係要點啊？咁呢度好清楚講，佢用咗其中一個例子係亞伯拉罕嘅故事。呢一個咧係喺創世記第22章裏面講到。當亞伯拉罕佢有唯一嘅兒子以撒出咗生，唯一有個仔年老所得嘅仔出世啦。上帝耶和華同佢講，佢話你要將佢係獻俾我。如果俾你，你會點做呢？你會唔會肯將你唯一一個老來所得嚟嘅寶貝，就係咁樣獻祭獻俾上帝呢？獻祭嘅意思係當時係即時話將佢嘅性命咧係了斷嘅意思嚇。當然啦，呢度可能有啲人就會講啊，上帝係咪好殘忍啊？嗱，你今日唔係去討論呢個問題，因為聖經裏面咧，佢呢一個嘅地方其實係想表明亞伯拉罕佢對上帝嗰份嘅忠心。而最終亞伯拉罕佢嘅信心係非常之大，佢真係將佢嘅兒子以撒獻喺壇上。但係呢個時候，當然上帝係愛錫佢，佢其實一早已經為佢預備咗一隻嘅羊去代替住佢嘅兒子以撒，去作為祭物。咁於是乎咧，當然佢個仔咧就冇死到嚇。咁但係自此咧，亞伯拉罕咧就即係呢件係其中一件事咧，亦都係被定為咧信心之父。點解佢咧對上帝有咁大嘅信心？佢願意咧係將佢所有嘅嘢咧去交出去啊！咁當然亦都係包括住咧，即係佢當佢擁有好多嘅時候咧，佢都願意離開自己嘅家鄉嚇，離開吾珥去即係下一個嘅地方，係因着上帝嘅呼召。呢度係其中一個人物。你可以話咧喺裡面其實俾我哋嘅係一個乜嘢嘅提醒咧？佢個信心，佢嘅行為又係點樣樣？大家去相輔相成，讓到呢一份嘅恩典、呢份嘅救恩能夠得到。你問翻當我哋今日嗰個嘅我哋今日面對好多唔同嘅事情，我哋好多時會因着擔心啦，唔知點算啦、計算啦，我哋咧會做好多人嘅嘢嚇，可能用好多唔同嘅手段嚇，有好多嘅計劃，我哋咧要去諗要去做。但係咧喺亞伯拉罕嘅身上，你可以話好簡單嘅，佢只係依從上帝嗰個嘅吩咐，佢就去將呢一個信心嘅行為係好好嘅去實踐出嚟。而目的指向，你可以話亦都係俾我哋一個提醒啦。呢個提醒係啲乜嘢咧？當我哋今日喺講救恩嘅時候，我哋都會係集中喺上帝俾我哋嘅恩典係好豐富，上帝係好愛錫我哋，所以咧我哋就哇好好啦，感覺被愛嚇。但係呢個唔係句號，而同時間今日喺經文裡面，無論係雅各書或者係彼得前書咧，
裏面都有兩個地方，其實都值得我哋再次去重申，亦都係去理解我哋嘅信仰。先睇雅各書，裏面講到佢話使人自由嘅律法，其實亦都係會點呢？讓到我哋係需要審判，有審判喺裏面，因為對那不憐憫人的，他們要受沒有憐憫的審判。即是話乜嘢？頭先我哋一路都講，我哋用啲乜嘢去衡量人、去評斷人嘅時候，原來我哋背後唔好唔記得，上帝唔係淨係俾恩典嚟嘅，上帝係有審判。即是話，當你唔係做緊唔係佢心意嘅事情嘅時候呢，原來上帝係看在眼內，審判係會喺度會發生嘅。咁呢個呢，你可以話即係對我哋嚟講呢，唔係話刻意要嚇大家嚇，但係呢個係的而且確聖經裏面有講嚇，我哋唔可以忽視，唔可以忽視呢個部分。我哋唔可以只係強調上帝永遠有好大嘅恩典，你做錯嘅事呢，你悔改呢，佢就會原諒你，冇錯，的而且確係。但係同時間，我哋都要需要去留意，就係原來當我哋做唔到嘅時候，我哋唔能夠憐憫人嘅時候，我哋以好多唔同嘅世俗嘅價值去衡量別人，去評斷別人嘅時候，審判係會臨到。所以彼得前書裏面亦都講，喺第4章第13到14節裏面都講，佢話呢：你哋若為基督嘅名受辱罵是有福，因為榮耀嘅靈就是上帝嘅靈在你們身上。呢度講緊，原來我哋最終嘅我哋嘅呢個行為，除咗我哋因為擔心可能驚審判之外呢，其實我哋有個目的嘅，目的係要榮耀天父。點解好多時呢，我哋都會講到話，我哋嘅生命呢就係一個見證，生命本身就係見證。見證啲乜嘢呢？見證上帝嘅恩典，見證上帝嘅大能，見證一啲我哋可能人能力所唔能夠做得到嘅，原來因着上帝，我哋係能夠去克服，能夠去圓滿能夠圓滿。所以最終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就係一個榮耀天父嘅生命，每一個都係，冇一個唔係。我啱啱早都話呢輪咧都好多一啲唔同嘅畢業典禮嚇，咁好多時咧都睇住一批一批，無論係幼稚園、小學、中學中學少啲嚇，幼稚園、小學主要喺呢段時間。當佢哋畢業嘅時候，其實都係完成咗唔同嘅階段，係一個新嘅里程。每一個小朋友，每一個生命都係一個獨特嘅生命，佢哋會經歷嘅事情都好唔同，佢哋嘅際遇都會好唔同。但係我都會鼓勵佢哋，都會同佢哋講，我哋每一個生命喺上帝眼中都係看為寶貴。我哋每一個生命喺上帝嘅眼中都有獨特嘅計劃，有獨特嘅使命，為嘅就係要將天父嗰份嘅恩典係帶俾其他嘅人，讓其他嘅人因着你嘅生命而睇得見、認識到佢。呢個特別對於信仰有信仰嘅，無論係喺學校裏面我哋嘅教育俾小朋友啦，又或者係我哋嘅弟兄姊妹，亦都係一樣。當我哋咧每一日營營役役嘅生活，我哋為嘅唔係只係工作，為嘅唔單單只係你嘅夢想或者理想嚇。原來我哋有一個更大嘅、更遠嘅目標，就係要透過我哋自己去讓人去認識基督，能夠經歷主嗰份無窮無盡嘅恩典。所以喺今日嘅講道裏面嚇，呢兩篇嘅經文俾我哋一個提醒。第一，我哋唔好因着人嘅外表、一啲錢財財富嘅價值而去衡量，而喺裏面我哋要做嘅就係我哋要憑住對上帝嘅信心，我哋以行為去見證，我哋去彼此服侍，彼此相待，以憐憫，以互相嘅有服侍而去榮耀天父嘅名。阿門。但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起初如此，今日如此，後來亦如此，永無盡盡。阿門。
請仍然站立。我哋繼續祈禱領受上主嘅賜福，願全能嘅上帝、聖父、聖子、聖靈賜福俾你哋，保護你哋，直到永遠。阿門。各位請坐。現在咧係有幾則禮拜堂嘅一啲嘅事情係要同大家宣佈嘅。咁首先咧就我哋今日因為打風啦，咁所以我哋咧唔能夠翻到嚟禮拜堂裏邊聚集，但係咧唔緊要嘅嚇，我哋都希望咧係透過喺網上呢一個嘅崇拜咧，都可以同弟兄姊妹都一齊咧係有一個敬拜天父嘅時間。咁希望咧我哋都能夠喺風暴之中，大家咧都係保持平安嘅心嚇，喜樂嘅心嚇。亦都咧係為到有需要嘅弟兄姊妹同埋你哋嘅可能係家人或者朋友咧，都係唔好介意地係施予援手。咁如果咧大家都係有任何嘅需要咧，都係請同我哋聯絡。咁喺上個禮拜咧，亦都係有我哋慶祝73週年嘅堂慶啦，亦都係完成咗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同埋茶會，亦都有堅振禮。咁喺上個星期咧，我哋都有25位嘅弟兄姊妹咧係接受咗謝子和主教嘅堅振。咁我哋都係為此係都感恩，亦都好開心嚇。咁而佢哋嘅見證集咧都可以大家可以上網都去睇翻嘅 ebook。咁如果想要實體版嘅咧，禮拜堂都仲有少量咧，大家可以領取嘅。咁另外咧就係上個星期嘅茶會咧，都係有唔同嘅弟兄姊妹都係有做咗唔同嘅食物啦，或者係買咗唔同食物咧，都係奉獻俾我哋嘅。咁亦都有一個好靚嘅襟章啦，咁亦都有唔同嘅奉獻。咁我哋咧都係感謝大家嘅一齊嘅一個服侍。咁另外咧就係本人有少少嘅消息，咁咧就係我嚟緊咧會喺下個禮拜同埋咧8月份都會有若干唔同嘅日子咧，就係會放大假嘅。咁而喺期間咧有一啲牧養嘅急需嘅需要咧，咁都可以係聯絡翻幹事同工嚇，咁佢哋咧都會係聯絡翻瑪利亞堂嗰邊咧，胡牧師係會幫手。咁另外咧就係我哋都有一則嘅教友消息。咁我哋咧首先都喺呢度咧都要歡迎嘅嚇，我哋有一位喺嚟自北角聖彼得堂嘅教友嚇，關憲文弟兄，佢咧喺今年嘅7月7號咁咧就會轉入本堂，咁都請大家咧都係繼續為到佢各項嘅需要，為到佢禱告嚇，我哋都歡迎咧佢係加入我哋聖雅各嘅大家庭。咁希望咧我哋喺好快嘅日子咧，咁佢係翻到嚟禮拜堂嘅時候咧，我哋大家又可以即係互相問候。咁同時間咧，我哋亦都係有唔同嘅同事同工咧，都係有放年假嘅時候嘅。咁咧，大家可以係參與翻喺週刊裡面嘅消息。咁大家咧其實都可以上網嘅嚇，上翻禮拜堂嘅網頁，香港聖公會聖雅各堂。咁上面咧有一個嘅項目咧係週刊下載，咁裡面咧你就可以睇得晒我哋咧喺堂刊裡面嘅資料嚇。咁不過咧，我哋喺有關於奉獻嘅資料咧，因為擺上網嘅關係咧，所以奉獻嗰頁嘅資料咧，我哋就唔會登出嘅。咁所以如果你哋需要睇嘅時候咧，嗰啲就可能你哋需要係翻嚟禮拜堂，可能攞實體版啦，或者係同同事去聯絡翻睇下有冇一啲嘅資料咧係需要係修正。咁另外咧亦都係主日學部，我哋喺其實下個禮拜8月2號開始，我哋咧喺主日學嘅時段，雖然冇主日學，不過咧我哋會有小朋友嘅活動。咁咧就係由福群會、我哋 Rachel Club 同埋咧聖公會福利協會心意行動一齊聯成嚇呢個聯成活動。我哋有一個叫同繪小工匠嘅活動嚇，咁咧都請大家咧都係如果有小朋友嘅時候咧，都可以帶佢哋翻嚟有活動嚇。咁跟住家長咧，我哋崇拜係繼續㗎嚇。咁另外咧就因為個旅遊巴嘅服務咧，我哋今日打風嘅關係咧，所以原本今日應該係最尾一次㗎啦嚇。完咗今日咧就冇呢個服務。咁但係因為今日打風咧，咁所以旅遊巴公司咧就會將呢一個嘅服務咧就會褪咗落去下個主日。咁即是話咧，下個主日8月2號，如果唔打風，我諗應該都冇㗎啦嚇。咁咧就我哋係會有旅遊巴服務嘅嚇，8月2號，咁都請大家留意。咁但係之後咧就會停㗎啦嚇，會暫停，直至到咧我哋都係覺得有需要先至會再開辦翻嚇。咁另外就係最後一則消息啦。咁咧就係我哋上個星期堂慶咧都有賣一個叫做限量版與主同行嘅祈禱念珠嚇，一個義賣嚟嘅。咁呢個我哋都係喺嗰個款項裡面咧，我哋都感恩弟兄姊妹啦，佢哋義務咧穿咗73條嚇。咁我哋籌咗5680蚊嚇。咁呢啲款項其實都係已經係即係會扣除成本咧，係全部都係捐翻入去俾禮拜堂嘅。咁亦都係多謝弟兄姊妹嗰個嘅幫手啦嚇。咁而家都仲有少量嘅嚇。咁我知道咧就應該係
有4款噶嘛，咁而家就只係剩翻1款，就剩翻咧橄欖木嗰一款嚇，咁咧就可以喺今個禮拜賣唔到啦，咁就下個星期8月2號嗰個星期咧，咁大家咧又可以係繼續去售賣。咁另外咧就其他教區教省嘅消息咧，咁就請大家咧都係參與翻喺網上大家睇到嘅週刊嘅部分嚇。好，咁咧就今日嘅宣佈咧就到呢一度。請起立，同唱退堂詩普天頌讚第374首《求作遠象歌》。天父，我哋再次感謝你咧，都係俾我哋今日可以喺呢一度，我哋一齊去敬拜你。天父都讓我哋知道，原來咧可以敬拜你，其實係一個嘅恩典。我哋都願意天父你都係繼續將我哋呢一份常存感恩嘅心，可以咧係讓到我哋能夠有動力，我哋繼續咧喺教會、喺社會、喺我哋唔同嘅崗位當中，我哋繼續去服侍。我哋禱告奉主基督嘅名義求，阿門。好。